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。我相信大家一定聽過 CIA， 即係美國中央情報局。大家知道啦，CIA 係世界上最神秘嘅情報機構之一，但係好少人知道 CIA 點解會成立同做過啲乜嘢。更重要嘅係，冇人知道 CIA 做緊乜嘢。可能連美國總統都未必知道 CIA 依家做緊乜嘢噶。呢條片係和你看歷史 CIA 系列嘅第一集。我會同大家講下 CIA 成立嘅歷史同 CIA 嘅權力。下一集我會講下 CIA 點樣開始改變世界。第三集會講 CIA 有乜嘢黑暗嘅秘密。先講 CIA 嘅歷史啊。1947年，美國國會通過成立中央情報局，簡稱 CIA。咁即係CIA 成立咗80年左右嘅啫。依家CIA 嘅總部喺維珍尼亞州嘅蘭利，人員方面係一個機密。美國媒體就估計大約2萬到2萬2千人左右啦。好多人唔知道美國總共有18個情報機構嘅，合共大約10萬人，其中CIA 係最大嘅一個。CIA 執行乜嘢嘅任務嘅呢？咁稍後會詳細慢慢同大家講。好多人就冇留意嘅，1989年就任嘅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即係老布殊啦，曾經做過 CIA 局長嘅。好啦，咁點解美國成立 CIA 嘅呢？其實係源於一次經濟大失敗。乜嘢經濟大失敗呢？就係1941年偷襲珍珠港。1941年12月7號，日本偷襲美國夏威夷嘅珍珠港，結果2400人死，大量戰艦同飛機被摧毀，美國就被迫正式參戰啦。嗱，呢次被偷襲唔止係一次軍事失敗，亦係一次情報失敗。坊間一直有啲講法，話美國係特登俾日本偷襲嘅，然後激起美國人嘅怒火，美國人先至會全力支持參戰嘅。不過呢個講法就俾好多歷史學家否定咗，因為更加多證據證明當日美國政府係有收集過一啲警告嘅情報嘅。咁但係嗰啲情報就冇被充分整合啊，不同情報機構有不同嘅分析同結論。情報機構之間互相競爭，冇互相協調，各有各做，咁最終就出現珍珠港事件呢個災難啦。嗱，可以咁講嘅，美國唔係冇情報，而係冇一個統籌情報嘅機構。咁馬上美國即時就補鑊啦。1942年成立一個臨時嘅情報局，就叫做戰略情報局，簡稱 OSS。第一任嘅局長係 William Donovan， 中文譯做多諾曼啊。咁呢個人後來被稱為美國情報之父。當時OSS 負責乜嘢任務嘅呢？咁主要係4大任務。第一喺歐洲訓練間諜；第二滲透納粹黨佔領嘅地區；第三進行實質嘅戰略破壞行動；第四支援民國地下嘅抵抗組織。咁當時OSS 嘅人員大約13000人㗎。嗱，好啦，咁去到1945年啦，二戰結束，問題嚟咯。OSS 同另一個情報機構戰時情報局 OWI 係唔係應該繼續保留呢？當時美國國內就出現好大嘅爭拗嘅。1945年10月啦，隨住二戰結束 ，OSS 正式解散。咁馬上多諾曼向杜魯門建議成立一個由總統直接管轄嘅情報機構。呢個情報機構必須係強大嘅，同埋中央集權嘅。杜魯門就支持呢個建議啦。1946年1月先成立中央情報組，之後1947年再升格為中央情報局，就成為今時今日嘅 CIA 啦。呢一個就係 CIA 成立嘅經過啦。大家知道啦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嘅敵人係德國同日本。戰爭期間，美國同蘇聯都係盟軍嘅重要成員。所謂盟軍三巨頭就係美國、蘇聯同英國。美蘇亦確係曾經並肩作戰嘅。當然合作嘅背後美蘇都有暗中防範對方嘅。但係打敗咗德國，蘇聯就進入咗波蘭、捷克、匈牙利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阿爾巴尼亞同德國部分地區，就唔肯撤軍。跟住再實質控制呢啲國家，然後成立一大堆親蘇聯嘅政權。二戰結束第二年，即係1946年英國首相丘吉爾喺美國公開演說，佢形容一幅鐵幕已經降落咗歐洲大陸，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反擊。從此歐洲俾蘇聯控制嘅國家就被稱為鐵幕國家啦。
馬上蘇聯嘅史太林即時反面，冷戰時代正式開啟。後來歷史學家稱丘吉爾呢場演說為鐵幕演說。OK， 冷戰一開始，美國嘅真正威脅變成蘇聯啦。當時美國嘅總統杜魯門知道原子彈嘅威力竟然大成咁嘅，佢就馬上出現一個恐懼啊，就係如果蘇聯都擁有原子彈，咁西方國家就大鑊啦。當日好多歷史資料流出啦，原來杜魯門係唔知道原子彈嘅威力原來咁可怕嘅。杜魯門曾經表示後悔啊，話如果知道原子彈可以一次過殺死咁多人嘅呢，佢可能唔會下令動用啊。嗱，各位，凡事都有兩面啊。美國就好驚蘇聯擁有原子彈，蘇聯都同樣好驚美國嘅原子彈嘅。因為如果美國用原子彈炸莫斯科，咁蘇聯就收皮啦。咁所以史太林就下令，無論如何不惜任何代價，蘇聯都要擁有原子彈。咁所以美蘇冷戰係注定必然發生嘅。終於啦，4年之後，1949年，蘇聯都製造出當日炸日本長崎同樣威力嘅原子彈。美國以為可以壟斷核武嘅地位，可以維持10年嘅，蘇聯以10年時間先可以追到上嚟嘅。結果4年時間，蘇聯就成功製造出原子彈啦。各位，蘇聯點解咁叻嘅呢？4個字，係情報同間諜。蘇聯就成功滲透負責研發第一代原子彈嘅曼克頓計劃嗰班科學家，就令到蘇聯可以走少啲彎路啦，直接跳過好多失敗嘅實驗，快速取得成果。例如一個叫克勞斯福克斯嘅美籍德國科學家，就將原子彈嘅設計圖、引爆機制同其他數據靜雞雞交咗俾蘇聯。當時蘇聯嘅情報間諜工作可以話非常成功嘅，成日有斬獲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幾個原因。第一，意識形態嘅感召啊。當時好多科學家同啲學者咁啦，憎恨納粹黨，憎恨法西斯。佢哋認為只有共產主義先可以對抗法西斯嘅，共產主義係唯一嘅希望。於是就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信仰。第二啦，係當時蘇聯嘅大外宣十分成功，好多人受咗宣傳洗腦，以為共產國家真係天堂嚟嘅。咁所以真係唔少科學家唔係為錢嘅，而係為理想，就向蘇聯提供好多機密情報同科研資料啦。第三係美人計，最著名嘅案例係愛因斯坦嘅婚外情人。愛因斯坦嘅婚外情人原來係蘇聯嘅女特工。雖然愛因斯坦冇直接參與研發原子彈嘅曼克頓計劃，不過長達10年嘅婚外情，愛因斯坦過咗幾多料俾佢嘅蘇聯情人科隆科娃根本冇人查到。當時蘇聯嘅女間諜統稱為燕子，男間諜統稱為烏鴉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揾一集講下蘇聯嘅燕子同烏鴉嘅歷史，請大家留言俾我，同我講一聲，表達下你係咪有興趣。OK， 咁講翻 CIA 啦。美國知道敵人已經滲入內部，明白到戰爭唔再係喺戰場啦，而係喺實驗室同情報室，所以美國亦必須主動出擊啦。於是CIA 開始進行4項重要工作。邊4項重要工作呢？第一，建立反間諜系統，務求抄出蘇聯嘅間諜同啲洩密者。於是CIA 開始進行大規模嘅監控、內部調查同科學家背景審查啦。呢段時間被稱為紅色恐慌。第二項工作係滲透蘇聯同其他共產國家，呢個係 CIA 嘅核心任務。方法係點呢？就包括招募間諜，派啲特工滲透其他國家，同用錢收買情報。第三項工作係全球監聽啊，例如監聽啲電話同攔截電報等等啊。1950年曾經出現過非常戲劇性嘅真實事件嘅，呢單事件叫做柏林地道計劃，或者叫黃金行動啊。咁當時美國 CIA 聯同英國嘅 MI6 就由德國嘅西柏林挖一條隧道啦，進入東柏林，就進行竊聽任務咁，希望監聽到蘇聯紅軍嘅通訊。去到1955年啦，地道就挖掘成功，正式就運作啦。英美每一日都收到大量蘇聯嘅情報。
原來咧英國 MI6 入邊有內鬼，一早已經將個計劃通知咗蘇聯嘅 KGB， 蘇聯咧就一直用啲假消息戲弄英美咁。終於啦，1956年4月，蘇聯唔再玩啦，就帶全世界嘅記者去參觀呢條地道啊，仲譴責英美係侵略者。咁表面上蘇聯好似贏咗咁，但係咁，英美都有收穫嘅，因為咧英美都成功過濾咗啲假消息，結果咧喺其他通訊入邊都總結出唔少有用情報嘅。最後咧，英國 MI6 嘅內鬼布萊克喺英國咧被判監42年。後來更加發現布萊克出賣咗40幾名英國嘅特工，令到好多英國嘅特工喪命啊！你又估佢唔到，10年之後布萊克成功逃獄啊，仲去咗蘇聯添。布萊克喺蘇聯受到英雄式嘅待遇，直至2020年，佢以98歲高齡死喺莫斯科。當日咧 KGB 特工出身嘅普京親自發表悼詞，讚揚布萊克。呢段歷史咧幾乎可以拍成電影嘅。CIA 第4項工作，亦係最受爭議、最有戲劇性嘅，就係咧秘密行動。乜嘢秘密行動呢？即係不公開情況下暗中影響另一個國家啦。呢度咧就包括策動政變、宣傳戰、支持某啲國家不同嘅派系，仲有咧其他破壞行動咁。CIA 第一單秘密行動係1953年伊朗政變，呢次行動嘅代號咧係阿賈克斯行動。話說啦，1951年摩薩台當選伊朗嘅首相，摩薩台就提出要同英國談判，重新傾過英國嘅石油開採權咁。簡單啲講係要提高英國嘅專營權收費。伊朗人就覺得咧英國剝削伊朗人嘅利益。最後咧，摩薩台真係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，即係咧直情立咗間公司。咁英國點回應呢？起初英國想動武，想打仗，後來咧決定經濟制裁同埋海上封鎖伊朗。但係咧英美又驚摩薩台帶領伊朗倒向蘇聯，於是就諗到喺伊朗策動政變推翻摩薩台啦。但係杜魯門佢就唔肯。去到1953年，杜魯門離任啦，艾森豪上台，伊朗倒向蘇聯呢越嚟越明顯啦。仲有其他中東嘅產油國似乎又想有樣學樣啊。於是美國決定出動 CIA 推翻摩薩台。負責呢次任務嘅特工呢個名叫做克米特羅斯福。你一聽羅斯福呢個名，自然諗到啦。咁同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有冇關係嘅呢？各位，係有嘅。呢個人呢就係羅斯福總統個孫啊！呢個小羅斯福去到伊朗首都德黑蘭，馬上用大量現金收買伊朗嘅報紙，仲有啲宗教領袖同政治人物散播摩薩台嘅負面新聞，指控佢親蘇聯。然後呢 CIA 又游說伊朗皇室，再由皇室收買軍方高層，適當時間就發動政變咁。咁另外咧 CIA 又揾啲人扮暴徒，四圍製造暴亂，甚至攻擊清真寺，製造一種摩薩台非常非常不得民心咁嘅印象。終於啦，1953年8月3號 CIA 喺背後咧策動第一次政變，不過咧失敗咗，伊朗皇室就逃咗出國外。不過咁小羅斯福好勁，佢唔收手，4日之後佢再收買一批軍警同示威者，衝入首相府，生擒摩薩台。今次咧政變就成功啦，伊朗皇室就回國重新掌權，快速咧推翻伊朗嘅民主體制，建立巴列維王朝，之後統治伊朗25年。呢件事咧就令到伊朗建立起一個親西方而又比較摩登西化嘅政權啦。但係咧骨子裏，伊朗係一個相當獨裁嘅國家。1953年嘅事件令到一啲伊朗虔誠嘅伊斯蘭信徒十分仇恨美國。之後啦，終於1979年爆發伊朗革命，推翻巴列維王朝，建立一個神權國家。呢個神權國家咧就直至到依家，伊朗人更加冇自由。呢個秘密嘅行動咧 ，CIA 同美國政府當然當時就唔認啦。不過去到2013年CIA 將呢次行動嘅檔案解密，確認咗呢次行動。呢次秘密行動亦開啟咗 CIA 改變世界行動嘅第一頁啦。下一集我就會講 CIA 點樣改變世界啦，仲有 CIA 有咩黑暗嘅歷史咁。
請大家繼續留意和你看歷史嘅影片。我必須提提大家記得訂閱，仲有撳埋訂閱旁邊嘅鐘仔，設定嗰度請你設定為全部接收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可以通知到你啦。當然，請大家留言表達下你嘅意見，對於我影片嘅長度啊、表達方式啊、說話速度啊，同埋你想聽啲乜嘢嘅內容呢，請留言講聲俾我知。下一條片再見，請記得訂閱，拜拜。